来看民众党立委赖香伶，伊伫5月初9出发要去中国挂香，也毋过入境下门的时，海关表示讲伊的台胞证已经失效了，无要互伊入境哦。赖香伶是强调讲伊的台胞证并无过期，望讲各台办会当查好清楚。国本地嘛要求各台办应该爱出面说明。民众党立委赖香伶初9坐飞行机要去中国，要参加2023两花道到福建参香巡礼。所伫要对厦门入境的时阵，互移民官以台胞证防注记失效为理由拒绝伊入境，嘛无讲啥哪会失效，伊只好返来台湾。赖香伶初10出来讲，伊顶个去中国是搁伫台北市政府做局长的时阵，证件嘛无过期，各台办应该说明。我呼吁国台办能够尽速去了解。然后呢，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做完备性哈，期待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两岸互动交流平台里面呢，能够有让大家更安心、更平和的程序。这摆台胞证防注记失效，媒体问讲，敢有可能是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进前去美国提出两番的论述，和中国生气有关系？赖香伶讲，可能是特别针对一个政党，也是立委，伊袂黑白药。伫郭文铁这边，伊是化为各台办爱说明。两岸交流本于对等尊严之原则。今天发生这种事情，是大陆国台办要出来说明嘛？那即便像民众党这样的立法委员到了中国大陆，这个台胞证都无故注销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证明那个政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政权，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这样子，在人身上受到一些伤害。老弟讲讲，可能伫台湾即马才伫敏感要选举的时阵，中国是还袂急讲要去扭对一边，无想要互人误会，后壁嘛有政治考虑。刘委会表示讲，对咱的民意代表互邀请去中国交流，中国毋若无尊重，佮互伊遮尔不当无理的对待，咱是表示严正抗议。相关部门应该对外进行公开的说明，澄清错误，而且向当事人回释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